歡迎收睇冰島之旅嘅第二集。第二日嘅行程，我哋主要圍住維克周邊嘅景點玩。我哋首先由民宿出發前往維克鎮，我哋報咗 tour 去 Katla Ice Cave。去完冰洞，然後我哋落返維克教堂，同埋去美軍飛機殘骸、蒂科賴半島同埋黑沙灘。今晚嘅住宿都係維克附近嘅民宿木屋。第二日起身介紹翻我哋第一晚住嘅小木屋嘅環境先，再望出去已經見到好多冰島馬，背後仲有冰川。我哋咁快就仲可以親親冰島馬添。之後我哋就飛一飛航拍機，影一影附近牧場嘅環境俾大家睇下。介紹翻少少今日去嘅卡特冰洞資料，佢位於冰島南部，距離雷克雅維克車程大約2.5小時，可以輕鬆咁揸車前往。入冰洞要跟 tour 去，唔可以自己前往㗎。之後就介紹翻個預約方法，我哋 book 咗 Katla Trek Book Tour， 選擇翻 Ice Cave Tour， 下面見到有唔同嘅 tour 選擇，我哋就選擇咗 Katla Fast Track Tour， 全個 tour 由維克出發大約3個鐘，團費22,900冰島幣。如果想更加深入去了解冰洞嘅，可以選擇4個鐘嘅行程，詳情可以去翻佢哋網誌度預約。喺地圖上放大睇翻，維克周邊地方仲有好多景點玩，所有冰川冰洞行程都喺晒度。集合咗之後就跟導遊 Mike 出發。Mike 駕駛超級越野車，我哋一行10幾人，浩浩蕩蕩駛入冰川，沿途仲會介紹附近冰川嘅環境。因為地球暖化，其實冰川嘅溶解速度已經越嚟越快。嚟到冰川底，導遊會要求我哋着好所有裝備先可以進入冰川，包括安全帽、頭燈、冰爪。卡特冰洞係由火山運動後生成嘅洞穴。卡特火山喺冰層下活躍，以自然熱能融化部分冰川，聚集成洪水，再形塑成冰洞穴。由於冰島地熱能量充沛，火山噴發同埋地熱活動都會改變冰嘅形狀，或者形成新嘅洞穴，使到冰洞充滿變化並不斷變動。卡特冰洞唔似其他多數嘅冰島冰洞，只能夠喺冬天前去。卡特冰洞係全年皆可前往嘅景點，佢係由火山灰同冰形成，喺洞內創造出鮮明嘅黑白對比。正因為兩者截然不同嘅材質，而造就冰洞獨特嘅紋理同外觀，俾人留下深刻印象。行到上冰洞作短暫停留打下卡，由於不斷會有人上嚟，建議都係預早啲出發。解散之後，我哋先嚟到鎮內嘅維克教堂睇下。教堂建於1930年，係冰島最早以水泥建造嘅教堂之一。教堂以紅色屋頂、白色外牆同北歐風格彩色玻璃窗為建築特指，坐落喺山坡上俯瞰黑沙灘同 Reynisstranga 玄武岩海蝕柱。周邊花田開花時會同教堂形成色彩對比。而教堂俯瞰下面嘅維克鎮位於冰島南部，人口大約600人左右。位於1號公路旁嘅維克鎮具有重要嘅交通地理位置，亦都係呢一附近最大嘅城市。所以好多人將維克鎮當作補給中繼站或者住宿嘅地點。之後去咗出名飲湯嘅鋪頭 The Soup Company 食午餐，一碗湯大約3000冰島幣，如果加埋圖片黑色嘅麵包碗就加多590冰島幣。我哋叫咗2個肉湯，肉湯係幾好飲。不過麵包就係唔熱㗎。下晝我哋去咗美軍飛機殘骸度參觀。點解呢一片嘅黑沙灘上會有飛機殘骸呢？咁就要回溯到1973嗰年，當時駐紮喺冰島嘅美國海軍飛機 DC-3 Plan Rag 喺執勤過程中發生咗意外而緊急迫降。真正造成迫降嘅講法有好幾個。有人話係因為燃油耗盡，有人話係天氣不佳引發引擎結冰，亦都有人話係人為疏失。雖然真正事故嘅主因已不得而知，但係呢一次事件中，飛機上嘅7位機組人員奇蹟生還。可惜運輸成本嘅問題，事後美軍只將入邊仲能夠使用嘅零件拆走，剩低嘅殘破外殼就留喺迫降嘅黑沙灘呢一度。補充翻個交通方法，由維克鎮揸車過去大約15分鐘，去到一個停車場，你哋可以泊低嘅車。呢度有2個方法可以前往。第一個方法就係行路入去，來回大約個半鐘。第二個方法就係坐佢嘅 shuttle bus， 一個人3200冰島幣。下一站我哋嚟到迪霍拉里半島。半島位於冰島南岸，係一座120公尺嘅狹長半島，亦都係一座拱門形狀嘅海蝕閘角。半島上有一座古老嘅燈塔，
我哋用上帝視角介紹一下黑沙灘。獨特嘅黑沙、玄武岩柱、大浪同海堆著名，構成咗超美嘅冰島特有景觀。呢一種火山黑嘅顏色非常適合冰島呢一個冰與火嘅國度。黑沙灘嘅沙來自附近卡特拉火山，當火山爆發嘅時候，熔岩會流入冰冷嘅海洋，過程會形成岩石同碎片，並喺強烈海浪作用下逐漸侵蝕，最終變成細沙。呢度亦都係熱門嘅電影取景地點，包括《權力遊戲》同《星際大戰》。玩咗一日，係時候去我哋今晚嘅小木屋民宿，唔住維克鎮一晚真係可以平到2、3千蚊。我哋超市買埋嘢去到民宿已經晚上9點，仲可以見到日落嘅晚霞。喺度旅行嘅好處就係日照時間長。另外介紹翻呢一隻冰島超市買嘅 yogurt 都幾好食。下集繼續南部嘅第3日行程，今日終於有好天氣啦！我哋會帶大家穿越好壯觀嘅羽毛峽谷，仲會着齊裝備步行上全冰島最大嘅雅特納冰原，飲下清純嘅冰川水，仲會去附近冰河湖同鑽石冰沙灘。下集請繼續留意我哋嘅行程啦，拜拜！